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到北京了，罗比奥尴尬了。北京时间3月20号，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恩斯到了北京，他要展开一次有特殊意义的访问。21号，中国副外长马朝旭和戴恩斯会晤了。22号，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了戴恩斯，就中美关系面临的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戴恩斯是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曾任美国企业驻中国的高阶主管，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拥有6年的工作经验。这个相对比较理性的知华者是特朗普政府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议员。关于戴恩斯访华的使命，有的认为是为特朗普访华探路来的，有的认为就是一次普通的访问。咱们不管他的使命有哪一些，戴恩斯这次访华肯定是肩负着缓和对华关系的特殊任务的。这就把卢比奥置于了非常尴尬的地位。外交问题历来都是国务卿的本分工作，但特朗普绕过了卢比奥，安排了这位亲信到中国来，卢比奥心里能是个滋味吗？但卢比奥的怨气还无法发作，因为他还在中国的入境黑名单中躺着呢，而且他还一直不断地发表涉华恶劣言论，且不知悔改，因此中方没有对他有任何松绑的意思。但特朗普为美国的经济状况着急也为自己不能够尽快访华改善经贸状况着急。卢比奥却是他与中方接触的拦路虎。特朗普心知肚明的是，卢比奥并非特朗普特别的忠诚者。他在参议院获得了全票通过任命的表决结果说明卢比奥背后还站着很多民主党所以特朗普和卢比奥两个人在涉华问题是存在分歧的。特朗普只能另辟蹊径。特朗普为了实现中美贸易问题的沟通对话，必须绕过这个反华而且有民主党支持的国务卿，所以就让戴恩斯顶这个特使的头衔，干起了国务卿的买卖。可想而知，卢比奥的脸色有多难看，但他又无可奈何，不听老板的，迟早会被炒鱿鱼，不高兴那也得忍着。特朗普这一巧妙安排，也传递了特朗普将对中国不得不有所妥协的信号。而且特朗普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还公开喊话中国。美国当地时间3月21号，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美国不愿意和中国爆发战争，甚至关税问题也能够进行谈判。从以上这些戏剧性的变化可以看出，只要我们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善于应对，美方对我们也无计可施，最终不得不回到沟通接触的渠道上来，放下他那高傲的身段，来与我们平等相处。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一飞评论，下一期再见。